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江呢，伫今年11月的时阵有去访问中国，就是为着要来敲彻这主席郑丽文甲习近平见面的代志。即马有风声讲，这张荣江呢，其实又回应北京提出来对国民党的3项要求，这当中包括未当通过赖政府所提出来的军事预算案等等。即马第10回是有可能办伫个旧历年前后。只要我们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确实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。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今年11月，国民党新任副主席张荣江低调去中国访问，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。自由时报独家报道，张荣江在会中回复北京对国民党的3项要求，包括未让通过民进党政府所提出的军事预算，应该只限制陆配，量化人民来各项法制立法，也个要见国民党坚定以中国统一做目标发展。双方若有共识，北京就同意郑丽文伫咧旧历过年左右加习近平见面。不过国民党补贴报道的内容无正确。我什么时候见习近平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，农历年，然后还有什么3张门票？哇塞，他编故事也编得，我的天哪！从头到尾就是子虚乌有、胡说八道了。张副主席跟肖副主席都做反复确认嘛。他们前一阵时间访问大陆，并没有提到任何跟政协会有关的安排啊。跟中国大陆要交往，当然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，其实就是所谓的9·2共识嘛。那我想这是两岸交流的固定的政治基础，但除此之外不会存在有任何的政治条件。该安排的时候要安排，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，也会在合理的时间来做发布。国民党表示，两位副主席访问中国的时间是伫赖总统宣布1.25条特别预算进前，另外也否认党中央规划要删除党章第2条反对共产主义的传闻。民进党是认为国民党拢无回答重点。在上一个礼拜的程序委员会当中，相关国防预算呢已经被阻挡下来。国安法案在本党团不同委员的提案底下，已经被挡了722次。这3张门票，我们一个一个看下来，确实是这1年多以来新的国民党党团上任之后，一直在台湾所做的事情。民进党团讲，若是拿亚要自清，就不应该再阻挡各项特别预算，也有相关的国安修法。法案会让政立委员会实质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